藝術無分界限，然而社會上仲有好多殘疾人士，佢哋雖然係內心好向往藝術，但係往往因為現實而只能夠望而卻步。自1986年成立以嚟，香港展能藝術會秉持住藝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嘅使命，致力推動平等機會，為殘疾人士提供參與藝術活動、發展藝術才能嘅機會，讓佢哋嘅藝術人生唔再係遙不可及。自2006年起，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擔任本會嘅首席贊助，每年捐贈善款，以可持續嘅方式支持我哋嘅營運開支。歷經咗19年嘅太古基金支持，我哋已經由當初得幾位職員，如今已經有30幾位，涵蓋咗唔同工作重點嘅一個專業團隊。期間，本會喺共融藝術發展方面獲得咗多項嘅里程碑同埋成就。我手頭上呢一本係2006年春季出版嘅 Swire News 特刊，當時就正式公布咗太古基金嘅支持。感激太古基金多年嚟嘅支持，令我哋能夠堅定不移咁樣履行我哋嘅使命，致力讓每一位殘疾人士都能夠透過藝術享受多姿多彩嘅人生，喺本地同埋國際舞台上綻放光彩。太古基金成為香港展能藝術會嘅首席贊助，快將20年。我哋好開心可以同佢哋有一個咁長遠嘅合作關係。協會深信創作同欣賞藝術係每一個人應有嘅基本權利，推動共融同藝術發展嘅卓越，令唔同能力嘅人士都可以喺藝術領域揾到自己嘅舞台。呢個信念正正呼應太古基金多元共融、機會平等同可持續發展嘅願景。我哋衷心感謝香港展能藝術會一直以嚟嘅付出，亦榮幸能夠成為佢哋長期嘅夥伴。未來我哋會繼續並肩同行，讓藝術點亮更多精彩人生，一齊創造更共融嘅未來。